各位，我係業謝鄧律師行嘅合夥人謝連忠律師。香港物業業主遺失樓契會遇到好多困難，主要因為香港嘅土地註冊制度依賴樓契。以下係啲主要挑戰：一、難以證明業權。香港嘅土地註冊制度靠實體樓契去確立業權，連遺失樓契就會令人懷疑業主嘅業權。當你想賣樓或者做按揭，呢個會變成好大嘅障礙，因為潛在買家或者貸款人都會對唔清楚嘅業權好小心。二、物業交易嘅複雜性。賣樓嘅時候，賣家通常要提供15年嘅原始樓契，冇咗啲樓契，交易就會拖好耐，甚至可能撻訂。買家嘅律師會做詳細嘅檢查，唔見樓契就會引起注意，導致要深入調查，仲可能會影響物業價值。三、按揭困難。銀行同金融機構要清楚嘅業權證明先會批按揭，唔見樓契會令到攞按揭好難，因為貸款人會覺得風險高咗，就算批咗按揭，條件都可能冇咁好，因為風險增加咗。四、法律程序同埋費用。連處理唔見樓契問題通常要經過法律程序，例如攞法定聲明或者文件嘅核證副本，呢啲程會好花時間同埋錢。有啲情況可能要法庭裁決去釐清業權，咁就更加複雜同埋貴。五、業權缺陷 （title defect）。唔見樓契會令人擔心有潛在嘅業權缺陷，例如冇公開嘅產權負擔 （unwritten equities or encumbrances）。總之，喺香港唔見樓契會令到物業業權變得唔確定同埋複雜，可能會導致財務同埋法律上嘅困難。業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